小凡，你做噩梦了。阿香，你到底在做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把我打晕带到这儿来，我怎么向师门交代啊？我怎么向我师父交代啊？你听我解释啊，我也是迫不得已。你要是留在那儿，他们会杀了你的。现在道玄真人正在召集正派三道，包括焚香谷的云一兰，3日后于通天峰要3派共审你。他们都不把你当徒弟了，想尽快摆脱你，你还待在那干嘛？你根本就不知道师门对我意味着什么。哎，好，如果你真要走的话，现在就走。哎，你还真要走啊？我不能让师父替我担责。那你等等，是掌门师父一定要我带你回来的。关于当年的事，他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你也说过，天鹰宠我的情。是啊，掌门曾经多次吩咐过，凡天鹰阁弟子出门在外，若遇到一个叫张小凡的青云门人，不管他有什么困难，都要尽全力。你来了。青云弟子张小凡，见过普弘大师。之前普弘大师为了给弟子疗伤，不惜自损修为，此等恩情，弟子无以为报，请受弟子一拜。少侠言道，天鹰阁与少侠有恩，少侠与天鹰阁。刀剑加身，张少侠都没有透露半句。有关彼师弟朴志的半句真相，恩情深重，使我惶恐至极。朴志师傅当年救过我和金武，又传授给我功法。若论恩情，是他有恩于我。至于承诺，既然我已经答应了朴志师傅，我便决定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唉，流波山一战，普空师弟回来就告诉我少侠一事，老朽便觉不妙。事到如今，也该我亲自向贵派道玄掌门解释，方能解脱少侠的冤屈。但是在此之前，恕我直言，我想，
普智师傅应该不在世间了吧？师傅好心授我功法，便是阴差阳错，弟子未曾洗脱嫌疑，也不能让师傅在去世以后再遭同道猜忌。少侠，实不相瞒，当年之事并非阴错阳差，而是师弟普智刻意为之。什么？前辈的意思是？曹庙村惨案之后，师弟并没有死，而是回到了天音阁。为悔其罪，他在殿内留下了这盏心灯，日日夜夜为忏悔而煎熬着，已是7载。悔罪？普智师傅何罪之有？少侠，知道这黑气有何来历吗？这是幻魔之气。那个宝物是以血为基，你要杀人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大。它嗜血成性，只要你不停地杀人，它越来越强大，你的法力才能强大。正是心魔，而这一切要从数十年前说起了。当年的普智师弟，乃是天音阁数百年间最有天赋的弟子。他行走冥川大山，调查昔年魔教人的下落，无意中竟机缘巧合，在西方大沼泽古代正魔战场上，意外地获得了一件戾气深重的法宝，就是你手中的嗜血珠。他现在以认你为主。使其祸害苍生，许下宏愿，用以本门法宝翡翠珠将其镇压，又施以天阴秘术，欲通过自己的修为来化去嗜血珠内邪气。当年师弟还有个心愿，就是参破长生之谜。他精研本门功法秘术，他前往青云门，拜访贵派道玄掌门，希望有弟子一同练习青云和天阴功法。普智师傅还上过青云？是。
自然会对师弟产生一定的影响，放大他的愤怒、怨念与欲望。离开青云后，师弟本就生出颠念，加之遭人偷袭，心神混沌，师弟便知不妥，只得借宿草庙中，一面行功疗伤，一面压制嗜血珠之力。没想到借宿一宿，便生出不可挽回的后果。正是在这一夜，那神秘黑衣人在那叫林惊羽的孩子身上放了毒物7尾蜈蚣。师弟不忍见那孩子中毒而死，自然也是全力施救。而那黑衣人正是借师弟耗损修为之时，再次出手，夺师弟身上的嗜血珠。师弟身中剧毒，虽重伤在黑衣人剑下，却也用本门功法重创了对方，令那人负伤逃离。之后，他自知必死，但天下修仙之法殊途同归，万法归一的毕生心愿仍未达成，实在是难以甘心。是以，他萌生了一个不再次折回，自己将无法再保护嗜血珠，便将嗜血珠也一并传给了你，让你找个没人的地方丢弃。只是你念着旧情，方留到今日。若仅是如此，也是他肆意妄为，不曾料到他是嗜血珠多年，不知不觉已经开始转移，附体于身，乃至他战后负伤，濒临油尽灯枯之时，他忽然想到，只怕你不能拜入青云门下。他竟然被邪气所控，他想到要将草庙中的人通通杀光。那么青云门中看在你们成为孤儿的份上，将你们收入门下。于是带走小凡的人，他的功法之中带有金光，雪琪怀疑是天阴的功法。而当日出现在我青云的，除了一个叫普方的之外，还有一个天阴阁的年轻弟子，叫阿相。据说此人是天阴阁普弘掌门的得力弟子。阿相确实是天阴阁的弟子，我们刚到于都之时便与他相识。他在城中有很多客栈，与我们是好朋友。靖宇啊，你跟小凡被带回青云之后，期间从未与天阴的弟子接触过，也就是说，这个叫阿相的根本就没有机会传授小凡什么功法。应该没有。在于都之时，小凡一直忙于对付魔教各派，根本不可能学习什么别派的功法。人有。
醒过来，痛悔当初犯下的滔天罪孽，万死不得已偿万一，将自己余下的真元制成心灯，7年之中备受心魔煎熬。当日之事便是如此。人间正道一旦坠入魔境，将会达到无法挽回的结果。天音阁难辞己咎，还望少侠得知真相以后，能够……到时此间详情，自当与清渊门分说，令他们勿再责怪于少侠。责怪？谁责怪于我？少侠息怒，别让邪物所侵。邪物所侵？什么是邪？是你，还是我？什么是正道？什么是正义？你们都在骗我！为了保守这个秘密，我一直在苦苦支撑。我呢？我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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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朽愿意分担师弟的罪孽，还望少侠勿让心魔有机可乘，否则如师弟一般坠入魔道，万劫不复。万劫不复，坠入魔道；万劫不复，坠入魔道，坠入魔道！张小凡，你为什么要入青云？为了给我爹娘报仇，给乡亲们报仇。大好的男儿不思进取，一肚子的仇恨，满身的戾气，这与屠你全村的邪佞之徒有什么区别？不是为守护天下苍生，只为报仇活着，这样的人，
我是不会收他为徒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是下山之后，我所遭遇的，却是因正魔敌对、人妖殊途、世俗偏见所产生的杀戮与悲剧。仇恨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这世间再是残酷，仍有我想珍惜的、守护的亲人、兄弟、朋友、爱怜之人。不能为了报仇而活着，不能。小凡，小凡，师父吩咐过了，随时可以带你回去。普空师叔还在青云门，待三派会审之时，他会亲自说明情况的。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事的？其实普智师叔返回天音阁之时，我正在师父身边随侍，只是当时年纪太小，不太清楚状况。直到后来遇见你，才慢慢回想起来。不过更多的情况，都是回来之后见到师父，我问过他才明白的。小凡，对不起，我们天音阁欠你的太多了。欠多少情怎么样？受多少苦又怎么样？一切都已经没有办法再挽回了。小凡。师父，我记得你曾经让我这么叫你。
终于见了，张小凡。是你杀了我的家人！徒儿，你过得可好？为师这些年可是备受煎熬啊！青云门、天阴阁，当年种下的因，变成了今天的大树。我要看一看，我这一生的执念，是否在你的身上都完成了。你不是普智师傅，你是心魔！我要杀了你，受死吧！他杀了你的家人，毁去了你的村庄，为什么不复仇？天底下再没有人相信。青云道法又如何？魔教邪术又如何？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杀！杀！你在哪里？小凡，你在哪儿？小凡，小凡，我不知道你在哪儿，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住。你能听到我说话，就赶紧回来。那些人命收心的家伙，他们都想害你。表，如果被抓住的话，你一个人不要怕，哪怕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小凡，小凡。不知师傅7年了，张小凡，没想到这个嗜血主还在你的身上。当年我被这邪物所困，毁我心智，执念强盛，终究逃不开这欲望罗织的网。可是他在你的手中，却能为你所用。由此可见，你宅心仁厚。师父自愧不如，你完成了我当年未完成的事情。不知师傅，你可以解脱了。此生罪孽深重，终得少侠大仁大义，得以超度。我此生无憾了。
少侠有此大人，解脱受心魔煎熬的师弟，天鹰阁上下感念少侠的大恩大德。仁慈。不过师兄啊，说到这奸细，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前往流波山期间，这魔教曾经给我们设下了连环陷阱。当时不是说，以为鬼王兵不厌诈，想借张小凡的罪来迷惑你们吗？这是魔教让我们产生轻敌之心的麻痹之举，而真正的陷阱，应该是在魁牛的身后。鬼王反倒将我们诱到了他所设计的陷阱之中。你们在魁牛的附近设置了一个法阵。正是，本身这个法阵是为了困住魁牛，以免魔教中人逃脱。最后没成想，反倒成了困住我们自己的牢笼。那当时在场的人有谁啊？苍松、水月、陆雪琪、大人，还有灵儿，以及一些小辈众人。七脉会晤，我总觉得是有什么联系，可是不是那只兽人。少侠，不要着急。我听师弟曾经说过，那夜偷袭他的人，
使用的仿佛是引动的天际玄雷。玄雷，九天玄刹化为神雷，煌煌天威，以剑引之。是神界御雷真诀。贵派中还有谁会这招剑术？除了陆师姐，就是首座，或者掌门。糟了，我必须回去。少侠留步，听阿相回禀，贵派掌门铁了心要治你的罪，你这次回去只怕……若此人真在青云门中，一定身居高位，现在还藏在门中，魔教在侧，随时都可能偷袭我师父，我怎能坐视不理？少侠，听我一言，修书一封或派人过去，说明前因后果都是一样的。不行，此事因我而起，掌门因为此事已经心生芥蒂。况且，师父从小把我养到大，无论这一次的3派会审结果会是怎样，我都必须回去。前辈，告辞了。多谢张少侠。师兄啊，水月师妹向来痛恨魔教，她嫉恶如仇，她绝对不会是魔教的奸细。那苍松就更加不可能了。苍松执掌戒律堂多年，虽然有失偏颇，但对弟子管教甚严。法理之下，未有人情。回想当年，只有你。师弟，这些个猜测，你是否和道玄提过呢？从未提起过。他执掌掌门之位已久，现在是越来越不相信我了，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严惩小凡。哼，看来啊，这人变老了，这性情啊，终归也是要变的。此次非同寻常。只是我现在在青云门中，再无说话的机会。师弟，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提醒他，奸细就潜伏在青云门中，一定要万分小心。
等我一统正教魔教以后，一定会给你所得，这个你可以放心。我帮了你们这么多事，我并不是想要你们的什么回报。哦，那你想要什么？本尊实在是想不明白呀。这人世间最邪恶的，并不是什么魔教，也不是什么杀人的利器，而是那残忍而猜不透的人心。没错，我听说当初你本有机会可以隐姓埋名离开青云，回到炼血堂，但是你没有。我有时候就在想，可能你正是因为那个人，才愿意始终留在我们这一边的。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久了，总会是有些感情的。那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你了。爹，刚才那个人是谁啊？一枚棋子而已，恐怕他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那张小凡呢？你把他当棋子吗？唉，碧瑶啊，怎么我每次见你，你总是3句话不离那小子啊？我本来想带他走的，可是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难道你还希望他回到青云，等着爹打过去不成？嗯？你们这一战是成是败，我不想管。我只希望小帆能够平安无事。那你就不希望爹也平安无事吗？我自然希望爹平安，所以我会听从爹的一切安排，承担起一个总坛弟子、鬼王宗少主的责任。但此战是爹先挑起来的，来日不知道牺牲多少人的性命，我们的，他们的。但愿日后爹不会后悔。爹这辈子除了没有照顾好你母亲之外，并无后悔之事。普之拜访青云时，在场的只有水月与苍松。不会是师父的，他待我如同己出，又教授我一身武艺，怎么可能是奸细？一定是我多心了。
师父，当初为师收你进入我的门下，就是因为觉得你天赋异禀，根骨齐家。可我万万没想到，今天你就毁在你的这股聪明劲儿上。这不是真的。师父，你告诉我，你不是魔教派来的奸细。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景宇，你还太年轻，你还不知道这世上的邪恶有多少。师父，你已经是龙首峰的首座了，你还要投身魔教去做他们的奸细吗？这么多年里，你教会了我武功，教会了我做人，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何为真？何为假？有时候连为师自己都分不清了。来，你跟我过来。这是诛仙剑。不错，这就是上古奇剑——诛仙剑，青云的镇派之宝，遇神杀神，遇仙诛仙。我本来是炼血堂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弟子，炼血堂派我潜入青云，就是为了要窃取这一把曾经取走无数正魔两派弟子性命的天下第一邪剑。邪剑？这不是镇派之宝吗？你以为镇派之宝就应该是高高在上、正气凛然的圣物吗？哼，恰恰相反。诛仙剑现世的时候，他可曾在乎过那些所谓名门正派弟子的性命吗？当年的正魔大战之后，魔教从此衰败，炼血堂也开始一蹶不振。本来我可以留在青云门中，继续做我的首座。只要我借助青云门之手，除掉炼血堂这些余孽，那么天下就再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了。师父，迷途知返，尚可从头再来。你现在回首，还来得及。迷途知返，哪条路是迷途？哪条路能让我们回返？正魔大战之后，你知道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吗？我和道玄共同的师父天成子，他请出了诛仙剑，摆列了剑阵。他心性大变，内心充满了戾气。他竟然连自己门内的弟子都开始诛杀。不可能。
景宇，你毕竟是把这个世界想得太过简单了。是我放出了7味蜈蚣咬的你。是你杀了我的家人，屠了我的村庄。我有什么理由要屠杀你的家人？曹庙村的生死存亡，与我有什么干系？如果我现在要说，动手杀人的不是我，景宇，自从曹庙村屠村以后，是师父收养了你。这些年来，我也不曾亏欠于你。我并不想杀你。如果你能……不，小凡告诉我，世间本无正我，只有善恶。你已陷入执念之中，我不会投降于你。你，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在这儿给我好好想想。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必须做个决定。你说他们会怎么对他？张小凡既然已经下了决定，就自然会料到将来要面对的后果。碧瑶，你不要太担心了，很多事情你是无法改变的。是啊，无论是小凡，还是我爹。那我爹呢？你爹正在和刚进河阳的万毒门的老怪物共同商议如何分别进攻青云吧。毒神也来了。
何止是他呀，还有长生堂的玉阳子也赶过来了，还有合欢派的金瓶儿。这次我们总舵的4大门派，总算是聚齐了。我知道爹已经把鬼王宗的主要战力都调到了青云山附近，若这3位门主也来的话，那他们门下的高手也必定会跟来。那岂不是我们几大派的主要实力都集中到了这里？没错，多亏你爹运筹帷幄，极力促成，才让我总舵诸派100年来第一次不计前嫌，共商大计。这么说，那这一战终不可避免了。碧瑶，我们能否一雪100年前奇耻大辱，便在此一战？我们不可错失良机。圣殿一别，也是许久未见，老哥身体可好啊？上回余都失守，万都门损兵折将，我也险些被校尉们折了性命。怎么，令千金没有告诉老弟吗？啊，碧瑶少不更事，又未知是同派前辈亲临，得罪之处，还望老哥见谅，莫要与小孩子计较。令媛将我苦心圈养多年的药人一举歼灭，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是老喽，不中用了。老哥过谦了，谁不知你是德高望重，智谋过人？余都之事，想必也是一时疏忽大意而已。眼下4大派阀联手，还指望老哥能主持大局，一洗青云大败圣殿被辱之奇耻。不行不行，我已是风烛残年之躯了，又是重伤未愈，实在是有心无力。只是围攻青云，万都门自然不能落于人后，否则也对不起总舵的列祖列宗。至于主持大局的位置，老弟你雄才大略，在我看来，除了你以外，也没有别人有这个担当了。老哥过奖了，只是眼下形势非常，玉阳子未到，合欢派金瓶儿又是女流之辈，总得要有人统领布置。我不过是暂代盟主之职。放心，老弟尽管安排，我万都门听命就是。青云3派会审张小凡，必然会疏于防范。等玉阳子到了之后，我们趁着青云不备，攻他个措手不及。还是老弟心思缜密，多谋善断。无言呐，以后你可要好好的向鬼王宗主多多请教啊。是，师父。啊，老哥稍事休息，我到外面去看看弟子准备的如何，以策万全。好。这鬼狐狸的城府是越来越深了，你们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知道了，师父。无言，我命你去抢夺天书，你倒是好，竟然跟鬼王结起盟来了。师父，伤心花法宝认主，弟子实在难以打开，便想借结盟为由，令鬼王父女放下戒心，再伺机查出天书与鬼王宗虚实。弟子尽心尽力为师父办事，还望师父明察。若是你那几个不成器的师兄有你这份心计和资质，我万都门也不至于落于人后。你起来吧。师父，师兄们也都是在尽心尽力给师父办事。对了，师父，此次攻打青云，我们真的要听命于鬼王吗？青云3派是这么好对付的吗？这次
就让他主事一回。这个老家伙是越来越难对付了。数百年前，我们鬼王宗与万毒门殊死斗争之时，老怪物是最凶狠冲动的。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就算在100年前与青云那场大战消磨了他不少锐气，也是一样。他这不是消磨锐气，而是韬光养晦，坐等渔翁之利。既是如此，我们不如将这渔翁置于阵前。眼下的总坛，万毒门的实力仅次于我鬼王宗，就让他们去打头阵吧。宗主，青云3派会审，众目睽睽之下，那人真的能一击必中吗？这就要看道玄是怎么处置张小凡的了。100年了，转眼间又是100年呐。景宇，希望你我师徒不要真的走到一较高低、你死我活的境地。终于回来了。
齐啊！掌门和各位前辈有话要问你。启浩，把他手里的法宝卸下，呈上来给掌门开验。师尊，上阅刘伯山一事之后，本门应承各位同道，是非曲直，定要给出一个交代。今日我3派共同会审，亦是为了解决此事。在此，我青云绝不徇私。好，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先从张小凡入门说起。诸位，张小凡乃7年之前青云门山下草庙村的遗孤，跟林惊羽一同入门。现在2人都有与魔教勾结的嫌疑，而此时林惊羽正在后山祖师祠堂受罚。张小凡刚进门时，只是个资质平凡的少年。资质平凡，我看未必吧。张小凡，弟子在。先前所述，可有不实？未有不实。今日殿上坐着的这些前辈，都是我们正道中的高人，有天音阁的普空大师，讲一讲这法宝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魔教炼血堂黑心老人的法宝，嗜血珠。果不其然，起初我就看这法宝有异，只是用尽了办法，都没有查出什么端倪。这嗜血珠在你身上，难道你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妥吗？这珠子，你是从何而来？掌门师伯见谅，弟子不能说。老七，